来这件是有民众翕到一个外送员，伫个机车窗花的面顶驾驶一个平板的电脑，咧停红灯的时阵，目睭是向这个平板的荧幕金金看，哪像是咧看影片。网友警体讲，这根本就是行动强硬。也毋过因为无翕到外送员手提平板在操作，所以警察嘛是无法度甲开单。这台机车倒大音波，有民众看到外送人员伫咧机车顶倒一台平板，敢若看到伊伫咧等红灯时，目睭看个真认真。若镜头有经看影片内容，亲像是一支战争片，手上的画片嘛出现伫咧高雄。真小派行动局县就踩伫咧机车龙头顶来看伊的装备，有基本的手机支架、平板电脑、毛接充电线，若音波四周围毛倒一个外壳，会当遮风也好，嘛袂反光，就亲像是一台4台电视。都网友感觉因为够高做近香，好危险。对啊，因为前面全部看不到，只剩这边以上。做这行风险本来就比较高一点，然后你又这样看这个，当然危险系数一定会提高。应该是在家里做，而不是在路边这样子。行动电影院出现伫咧街头，警察看到影片，就来安尼提醒：如有以手持方式操作拨接、通话、数据通讯等行为，可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1条之1条规定，汽车处新台币3000元。机车处新台币1000元罚款。影片无翕到外送人员的手路平板的动作，所以无法度解发。不过看起来真危险。等红灯的时看电影，较会无法度好好放轻松，嘛无法度专心注意头前路的状况。所以外送平台回应，这个人行为已经造成安全的问题，平台会暂时袂解合作，未来接受道安训练，再个评估看敢可要继续合作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